上帝会活啊，耶稣搁活伫咱的身边，互咱会当有勇气啊，有气力，行向头前的路站。请咱备办咱的心来参加今仔日的敬拜。兄弟平安啊！咱伫咧还未开始礼拜进前啊，咱要来小可说明一下吼啊，咱对即礼拜开始，咱的礼拜听词有做一寡的改变，啊，就是咱咱的头前伫咧圣经的迄个讲道进前的圣诗，咱会对一首变做对两首变做一首，吼。那伫咧咱的迄个奉献了后。报告后壁，咱会增加一个迎新的迄个讲道，祝福讲道的迄个部分。哦，这是咱有增加的部分。因为咱今仔日的礼拜，迄个咱有将即个亲民追思的即个部分，放伫咧咱的规个礼拜的听词内面。所以咱今仔日的礼拜的听词会较长，嘛较复杂，但是咱是期待咱的礼拜对头到落尾真完全得到主的施恩赐福满满咱就准备咱的心来迎接咱今仔日即个过活节的赞美礼拜。
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因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面前。因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就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是咱做伙来学罗上帝圣诗第127首，圣诗第127首。哈利路亚，有歌话，请咱起立，咱来吟全首。我信。向这来引，当交托的方式来启用。恁就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阿伦的解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耶和华就应我，将我下伫宽阔的所在。
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人声发伫我打滑，为挂我开义的门，我要入去用啥耶和华，也是耶和华的门。伊个人要入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佮诚做拯救我的。师傅买器材招已经真做出甲插头的招。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咱的目睭看伊最奇怪。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耶和华啊，但求你拯救，耶和华，但求你互阮发达。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耶和华是上帝，伊会光照阮。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做官。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此时，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全能的主宰，天上地下都充满你的荣耀。你是生命的主，你胜过死荫的权柄，你也使我们与你的得胜有份。你死是为我们的过患，你复活是使我们称义，使我们能向罪死，也能向义活。求是生命的活水浇灌我们的心田，求是复活的能力，使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主耶稣，当我们被黑暗遮蔽、患难来临、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求你扶持我们，安慰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确信复活在你，生命也在你。凡信你的，也必复活。因你掌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当你末日降临的时候，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得着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得享永远复活节的快乐。主啊，今天求你使我们得到你复活的新生命，使我们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主啊，那复活的生命，我们渴慕，我们要让那旧的过去，一切变成新的，在我们的一举一动，真的有新的生命的样式。主啊，你是复活，要做我们生命的主。今天我们要重新把自己奉献给你，做你国度的器皿。主啊，我们也要求你复活的大能复兴我们这个教会，使教会因你的大能传福音有能力，使接受你的人也经历复活的新生命。主啊，复活我们，复兴我们，更新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遇见复活的主，也复活的主同行，去经历你那无限的大能。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来恭敬上帝的话。圣经约翰福音20章1至18节。圣经约翰福音20章1至18节。经文真长，我用和合本修订本来念。7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里把主移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进了坟墓，
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着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另在一处卷着。然后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他看见就信了。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耶稣必须从死人中复活的意思。于是2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她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看见2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她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她对他们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移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她回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是耶稣。耶稣问她：“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玛利亚以为他是看园子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走了，请告诉我，请把它放在那里，我去把它移回来。”耶稣对他说：“玛利亚，玛利亚。”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耶稣对他说：“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到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抹大拉是玛利亚就向门徒报信：“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对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弟兄，这时请教会诗班来学乐上帝，因要学乐的诗歌是你看，王。
彼拉多就出来求quyền因講，恁個即人什麼案件？因講即人若毋是歹人，阮就無將伊交互你。彼拉多就甲因講，恁家己帶伊，照恁的律法去辦伊。猶太人甲伊講，阮無殺人的權，這是要應驗耶穌前所講的話，指明伊要什麼款來死。彼拉多閣入公堂，調耶穌來甲伊講。彼拉多讲真理是甚物？讲煞，跑出去求quyền猶太人，甲因講：我看伊無罪，總是恁有嚟到半過節，我着放一個交還互恁。恁來我放猶太人的王互恁嘛？因閣大聲嗷叫講：毋通即個是着巴拉巴，即個巴拉巴是土匪。對安尼，彼拉多用鞭拍耶穌。兵丁用刺仔變做免流滴伫伊的頭殼，佮用紫色的袍甲伊穿，就問伊講：猶太人的王平安啊！就獻伊。彼拉多佮出去外面甲因講：你看，我帶伊出來，互恁知我查了，看伊無罪。
彼拉多听见这个话，就一发惊，搁入讲堂，甲耶稣讲。对安尼，彼拉多爱要放伊，犹太人大声吼叫讲。彼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也家己坐伫讲座，伫一个名叫普照的所在。伊笔来的话叫做礼拜台，迄来就是备办花过节的日，约日中昼，就甲犹太人讲。对安尼，彼拉多就将耶稣交予因去钉十字架，因就受伊。耶稣家己举甲伊的十字架出去，到一个名叫塔克碗的所在，希伯来话叫做各各他，伫遐钉伊十字架，阁有两人甲伊同钉，一边一个。耶稣伫中，彼拉多也写斩条下伫十字架，写讲。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
顶是个的所在有园，园内有新的梦，拢袂歹有人种的。迄日是犹太人被办节的日，搁因为迄个梦君，所以安置耶稣伫遐。安迄日已经过，末日了的玛利亚甲雅各的老母玛利亚甲撒罗米，有买香料要来抹耶稣。去日头一日真早，日拄仔出，因到梦三甲讲，之水要替阮过迄块石离开梦门啊！夜目就看见迄块石已经过开，因为是真大地。入梦看见一个少年人坐伫正边，穿白衫就戆影。少年人甲伊讲：“毋免戆影，恁是找顶十个的拿撒勒人耶稣，伊已经过活，无伫遮。你看，伊埋葬的所在。”
因紧紧离开梦，也惊也大欢喜，走去报伊的学生。忽然耶稣对着因讲平安，因就进前抱伊的脚拜伊。
你看恁的王，咱的主，伊已经对喷亡、对死搁活，咱只是咱同心来祈祷。搁活满有大权能的主上帝，愿满心感谢你，因为你为着阮世间的人的罪，主你搁一摆来伫阮的中间，若承担阮的罪，也搁为着阮来受钉死伫十字架顶埋葬。若你有搁活，愿献上感谢甲懊恼，互阮会通对主你领受你搁活的性命。以及，互阮有迄个对主你来迄个搁活的愿望，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会通透过阮对主你所领受即个搁活的快乐甲能力，互阮会通对你会通来领受即款安尼搁活的活命，来伫阮的生活中，伫阮的工作中，以及伫阮的甲人的互相的夫妻的中间来凸显你搁活的性命，伫阮的性命的每一个时刻，愿你的魂、你的时、你的魂不断来充满伫阮，互阮会通活出主你所爱阮活出安尼的迄款的性命，愿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最后所记的圣名，阿免。这是咱要来举行圣礼典，要来大声来举行信仰告别，信仰告别的是李正传兄弟，落尾手是成人洗礼，是庄淑华姐妹，这时咱先来吟圣诗212首，咱先来吟第1节到第2节。这时徛伫咱的面前，是已经伫别个宗派受洗礼，今仔日要伫遮行信仰告别，来告别因的信仰，通过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所听的李正传，你已经伫别宗派受洗礼，连接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属伫上帝的恩典已经赏赐予你。但你伫众人，你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承认你早前甲上帝所立的约，来归属伊，献家己予伊，也诚心誓约要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的天父的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你，着告别你的信。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李正传，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无？你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
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这是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南洋小会宽屏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伊成的新的约的稳定。咱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去做你的教会伫地上，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我很感谢你对李正传所施落的恩典，也感谢你，互教会对这个接纳伊就近上帝的欢喜。我很感谢你，因为对伊家己告别家己的信仰，你互伊有份伫基督的体。我很感谢你，因为伊有得到信仰的朋友，以及伫生活得到好的帮衬。我很恳求你赦免伊拢总的罪。伊即时要奉献家己互你，求你用你的恩典接纳伊，伊就近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血的时，求你互伊得到你的疼，来有份伫你的恩典。主啊，用你伫对顶面来的能力保守伊，互伊永远属伫你，日日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愿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时咱要来接纳请咱所有的小会员以及咱退任的小会员长老嘛同齐来接纳。来，咱个组长欢迎李正传兄弟哈，正传兄弟原底本地顶边就应该迄个信仰告别因为工作缘故，所以留较一届吼，才伫遮来安尼告别伊的信仰。咱真欢喜伊伫咱的中间各怪，咱就应该伫咱的彼此的信仰内面，大家人互相激励会通。来安尼同行即个天路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互伊的心上帝的心得到欢喜。咱搁一届来鼓掌欢迎正传兄弟伫咱的中间。好，正传兄弟伊家己有准备伊家己的见证吼，因为咱今仔日定时真长，所以咱后回咱才要请伊来分享伊的见证。来，即时咱要来成人洗礼。咱来吟圣诗212首，第39、第40。咱坐咧吟就好，请庄淑华姐妹来就分。阮得到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定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还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七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今若我所命令恁的，着驾驶因手。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
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毋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安尼对司法来讲，你着亲信。你若因其反悔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上伊的名来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即时请司法来告别你的信仰来誓约。张司法，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功劳，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这是咱请会众来起立。双书法，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真正圣，佮愿你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当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南洋小会关凭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我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儿女做你的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伊，求你用圣神降落伫伊顶面来坚固伊，也用恩典赏赐伊，互伊连接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拄着试探的时，保护伊，互伊会精进信仰的好精进。愿你的快乐扶持伊的软弱，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听，佮互伊会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会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也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会完全反悔，带阮倒转来归伫你，对他了后会做你尽忠的奴仆。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请坐。这是咱共款要来接纳请咱的小会员同齐来接纳请咱的退任的长老同齐来接纳。咱真感谢主哈。书法就是韩校长的新妇哈。原底本地因期待讲会通安尼甲伊的先生总安同齐洗礼但是伊先生工作的关系一直拢无法度，所以伊讲安尼我先入来。好，所以咱若是安尼伫咧主的内面，咱彼此互相相扶持。咱嘛真感谢主吼，书法安尼后来安尼
有加入伫咧诗班的内面，嘛参与真侪的奉事，咱真感谢主。伊透过伫咧参与一个诗班安尼侍奉了，伊对即个信仰顶面伊有搁较侪体会甚至有当时唱着诗歌，迄诗歌安尼会通伫咧伊的心内安尼，咱讲余音绕梁真久安尼几啊日安尼所以透过诗歌，透过上帝话互伊的心来得到改变咱嘛真欢喜伊安尼决志要成大成来进入伫上帝的国度内面，咱搁一摆来拍拍来欢迎伊。这时咱要来收圣餐，请咱来吟圣诗，新圣诗，啥字？364首，新圣诗364首。咱今仔日的这个圣餐的部分较特别，就是咱较等下咱会友敢若唱新圣诗的部分这个364首第一节的部分迄落了，咱开始进行旁饼甲旁杯的时阵，是由诗班来唱。迄个时阵，请咱安静心，咱来思考咱甲上帝、甲主耶稣的关系。主耶稣伊过活的生命有甲你有啥物款的关系？咱会通透过诗班所唱的，咱会通搁一摆来安尼来检讨咱家己的信仰。咱即时来唱新圣诗364首。一路的，他是 M 的，都袂落。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去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那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个弟弟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
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照你的命令办列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光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讲，这就是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角同齐来领受。了后，也安尼旁边讲，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室里面，khi nào啉的时就请安尼来纪念我。咱请长老。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会室里面。伊若啉的时，咱就今日来纪念伊。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室里面，去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角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即时同齐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朋友，阮灵魂真爱的食物。
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我来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使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他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时咱要来收杯。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也是第一遍来到咱的中间呢，唔知影奉献的意义的，请免奉献。这是开始咱的奉献准备心，请简秀美甲谢文哲指示。
妹，谢谢。好，现在我们来播放追思的影片。
下上，一直安定永远，是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这地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这地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这生，一直安定永远，是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这地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这地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这地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这地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这地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这地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不改变，你的爱永不改变。
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有遮尔啊侪遮个信仰的先辈，伫阮的生命中引捌曾经陪伴阮。主，阮也少年因过去迄个信仰的德行，也帮助阮。求主帮助阮，互阮会通透过阮伫遮少年，会记伫阮的遮信仰先辈因的德行来激励阮，互阮也会通活出阮遮的信仰先辈因迄款安尼迄个水的信仰的画面，就是主你所赏赐互阮迄个国外的性命。虽然阮安尼即时有安尼三离。但是阮却无因为安尼来分开，因为阮知，阮伫主你的内面，阮有对你来的迄个款安尼愿望。主，阮要伫你过来的时阵，阮要搁一摆来相见，也帮助阮，互阮伫咧少年阮的遮个信仰先辈的时阵，阮真正会通落实阮对主你所领受即款安尼国外的性命，来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来最好的见证，最好的安尼迄款的生活来活出来，来实践主你所交托阮迄款安尼的性命，互阮的性命安尼不断伫遐结出侪侪安尼主你国外性命所结出迄款圣神的果子，互侪侪人因为看见阮安尼的性命。就伊要甲阮共款来得到对主你来迄款安尼国外的画面，阮搁一摆将阮所有遮个信仰的先辈，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你家己亲自甲因送啊伫地，主阮也求你保守阮，互阮过来的日子内面，阮会晓得来安尼伫主你的内面活出主你对阮所。命令的就安尼日日忠诚，日日成长伫你的内面，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主所给的圣名，阿门。这时来颁发信德奖学金，咱请曾闭关长老。各位兄弟平安。咱即摆要来颁发奖学金吼，咱即个奖学金伫周报的内底有吼，咱有国小组12名，国中组6名，大专组有7名吼。那么请读到的小朋友吼，会到前面来吼。国小组林信谦、李木慈，林信谦有来无？无来吼，老爸老母有来无？无吼，无就阿公阿嬷来哦。安尼阿嬷来。李木慈有没有来？来吼。好，在阿嬷旁边哈。林志阳好。钟美如，好，钟美如没来哈。好，再来。李信慈有没有来？有，好，往前走哈。曾丽琪，Rich 来，怀安有没有来？张怀安好，郑彩缇、林以谦，没有来好，庄宗仪、林定谦，好，曾子龙，好来这里咱请李长乐来帮我们颁奖这个画面一定要拍一张哈。那个定签。
好，恭喜你们啊！好。好，那接下来我们颁发国中组哈，国中组有6位：吴怡耀，吴怡耀有来吗？哈，吴怡耀、薛谦信、庄乔恩、黄瑜珍。哦，黄瑜珍、黄瑜姐不在哈，阿嬷自动出列哈。阿嬷今天丰收哈，等下抽税金哈。再来李云欣，啊，黄瑜姐不在哈。来，这个奖学金我们请郑长老郑美珍郑长老。好，恭喜他们啊！好啊，今年大专组特别多哈，有7位啊，有7位。好，曾木恩，来请妈妈带领啊。啊，过来张庆宇，庆宇有回来哈，来庆宇。再来林晨琪，晨琪啊，晨琪。然后再来是陈启，再来是陆崇光啊，崇光可能不方便哈，有来吗？好，没关系，没关系哈，那可能不方便。再来是赵冠轩，好，再来是林嘉文，再来是黄宗胜弟兄啊。好，这个奖学金我们请冯长老来颁奖。好，我们恭喜得奖的同学哈！啊，这个奖学金是咱每一年信德奖学金，一次是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另外一次就是在我们社教纪念主日，所以我们希望会有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哈让他们在学业上进步。那也谢谢大家的这个对上帝的恩典的感恩的回馈哈。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时候，每一年会有这2个时段。来做一个颁奖。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在圣诞节，那个时候是服侍奖学金，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孩子主动服侍的，我们会另外颁给我们的学生哈，我们的孩子们这个服侍奖学金哈。一雄，多谢。报告大声，咱要欢迎的新朋友叫阮小璇姐妹，有坐遮无？伊带伊吼。95岁阿嬷来做礼拜吼，咱来阿婆啊，无简单吼，伊住咧圆山啊吼，圆山乡吼，咱会后要不要请你来介绍一下？我们欢迎你哈。欢迎，好，请坐。好，这时咱来看报告事项。第1点哈，本主日上午6点复活节朝阳礼拜及9点半的耶稣基督复活赞美礼拜及清明追思信仰先贤会中圣礼点有洗礼及公守圣餐信仰告白。好，
我们恭喜李正传弟兄，还有成人洗礼的庄淑华姐妹，我们再次恭喜他。另外第二点刚才已经颁发我们本日的信德奖学金国小12名，国中6名，大专7名。第三点，3月28日小会决议事项：第一，接纳信德奖学金及张昭忠夫妇纪念奖学金颁发案；第二堂礼拜起，期程采渐进式方式，4月前3周先行同工培训，4月第4周开始第2堂礼拜，后续再进行动态的调整，另合堂礼拜时间每季事先公告。第三点，接纳2021年长职改选名单，长老候选名单共10名，执事候选名单就任时需陪参满2年者，之即在仍在会员。长职候选名单及会员名单于5月9日前公告。第四，接纳王刘凤妹基金纪念基金发放案。第四，3月28日长职会决议事项，接纳3月份收支月报表。第二，接纳2021年野外礼拜西部规划。第三，接纳能力范围可及参与宜兰县基督徒联导会所提2021年度的宜兰县圣诞活动。本会圣诞节活动12月19日救主圣诞主日礼拜，24日圣诞烛光礼拜，25日圣诞晚会。第五点，本年度适逢社教60周年，因为教会的公用圣诗已经老旧，所以要购买的欢迎来登记。第六点，5月30日本会将举行野外礼拜，即日起开始报名，至5月16日截止。欢迎兄姐踊跃来报名。这是我们请我们的主办的冯长老来用5分钟的时间来报告。大家平安。我奉小会甲中级会的委派来规划这个5月30的野外礼拜。我即时来做说明。今日的复活节礼拜、俄罗礼拜。大家拢有看到，足侪关于耶稣被埋葬的墓穴，有真正看过迄个墓穴无？无吧？大家拢有想象的啊。咧旧约嘛有祭坛，有会幕，耶稣等下咧会堂咧讲道，会堂长什么样子？拢无看过，对吧？所以即届5月30，我们有规划一个野外礼拜，咧孙理莲纪念营地，咧新北市万里乡。这个营地已经是青少年退休会的场地。伊即马有一个圣经文化园区。这个园区里面，它用以色列也有一个类似的园区，当然它把它缩小了大概。1/10左右的规模1/3的规模所以它的会幕会场都比较小一点啦不过样子可以看得到了所以呢，也谢谢牧师跟吴淑锦执事陪我一起去看了场地。那我们就决定，因为它里面也有礼拜堂，所以我们可以在那边做礼拜。那我们目前的行程规划是5月30号早上。从这边走，然后大约10点半可以到那里，因为这里的路程非常的方便就是上国道5号接国道3号走到底，然后左转，再走个大概差不多20分钟左右就到了那个营地，就是几乎是一条路就通那里那我们规划有2部游览车，所以总共只有80个位置。所以报名要请早一点那费用的部分呢，因为入那个圣经文化园区门票250，中午在那边吃饭150，所以这里每个人就花了400块，那还不算游览车跟租那个会堂，就租他们礼拜堂，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但是长执会跟小会决定，会有只要参加你占一个位置，只要付200块，
200块是教会补贴，因为这个是教会的宗教教育的一部分，让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看法。特别圣经里面还有一些，像牧师那天去就在找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叫做牛膝草。然后听个读过啊，生安怎无看过啊？那边有景，好啊，他有一个导览，所以每30个人就有一个导览员，他会带你走，这个整个的园区。所以我们早上礼拜五完了，中午吃完饭，下午1点他就开始导览。导览走一圈呢，脚程快也要1个多钟头，慢的话大概要2个钟头。所以如果你脚不太方便的话，请你当天一定要带登山杖，请你一定要穿比较好的球鞋。那如果真的很不方便呢，我们可能就安排它有一个第2区比较平缓的可以在第2区稍微看一看，因为它一共分1、2、3个 ABC 3个区。那除了这个之外，那因为头城教会跟立泽简教会也听说我们要去，所以他们想参我们一咖啦，所以我们也这次会邀他们，但是他们负责他们的费用，我们不帮他负责费用啦，除了礼拜堂以外，那所以请会友们有兴趣的早一点报名，因为只有80个位置，因为为什么只有80个位置？因为2部游览车我们已经订好了，我问了那个正宫长老，他帮我订了，他说第3部都找不到了，因为5月是旅游旺季，除非有会友可以帮忙再调1部游览车，否则我们多的位置都没有，但是我们希望借着这一次的野外礼拜，可以让大家对圣经，特别中间的物品，还有地方有更深刻的认识。就像复活节，你知道那个墓穴长什么样子，它那个台长什么样子，你去你真的会很感动，所以欢迎大家参加，我有指定了一些弟兄姐妹帮忙来办理这个野外礼拜，也请你们多多帮忙，谢谢。好，我们谢谢冯长老的报告及筹备。我们来看第7点，南洋教会60周年纪念刊物，即将在4月底要截止，所以还没有写出你的感谢、赞美、意向、见证，还有分享的，请加快脚步。另外每户要缴交3至5张的生活照，再把这些编辑的物品再交给我们李恩信的执事。肢体消息。新中职场施工部有名人讲座，欢迎我们的社青青年能够参加。它有第2场的时间、地点，还有主题的讲员，请参阅。来，第2点，5月8日，这个是主务学的专业真人的课程，在5月8日上午的9点到12点20分，在本会来举行。我们的主务学老师在踊跃参加。费用我们都是由我们教会主务学全额来补助。好，有关注意事项，这个依据这个配合中央流行疫情的指挥啦，还有实名制啦，还有我们教会的赖官网的账号，还有再来就是上周出席的奉献报告有关侍奉、有关会计的报告我们来参阅有安排到属方的，请准备心来准备我们就会叫我们就请。向咱干事来订正。下次平安。搁一届提醒咱头仔伫咧报告的第5点的部分咱搁过来，咱的迄个会伫咧咱的即个咱的这椅座即个每一个椅座的后面，咱到时阵会放迄个新版的迄个圣诗新版的圣诗已经。教会公用的部分已经在烫金，应该伫咧搁过来的即礼拜就会摕到，摕到了，咱就会放伫咧咱的即个咱的椅座内底所以以后圣诗咱就毋免搁摕转去迄边遐来放安尼互咱小可了解者也共款因为咱要为着
庆祝咱释教60周年，那么欢迎咱的兄弟同步会通来购买这个新版的圣诗，因为咱过来咱要开始来用这个新版的圣诗。那伫咧咱购买这个新版圣诗有两个款式哈。那已经有真侪人登记因为咱的这个登记到今仔日截止所以呢还没有登记的赶快来登记，因为跟着教会一起享有那个同步的折扣那所以请咱来拥有一本新版的圣诗，互咱会通不管是伫咧参加聚会，还是教会，还是家己伫咧厝的，咱拢会使来吟那头拄有讲到即个野外礼拜的部分，嘛请咱尽量赶紧来报名因为安尼时阵较方便迄个作业程序，因为咱假使咱真正超过报名人数，咱才有一个通好因应的对策所以请咱正兄弟尽量若会使赶紧的你若有意向要参加，就赶紧的报名，毋好等到时到安尼时阵造成迄落办公室这边遮会处理会真无方便以上的补充报告。对，嘛来咱正兄弟来报告咱真感谢咱的诗班今仔日的即个赞美礼拜伫咧即个今仔日咱今年的即个赞美礼拜，咱真特别，就是因为咱安尼认真讲，真正咱嘛是对主受难啦咱无拍算讲咱的兄弟路人姐执事伊安尼伫咧安尼前几日安尼迄落算讲中风所以咱的迄落天啊数路全向无去所以由咱的所有遮诗班的男生共同来承担起那毋过咱嘛真感谢主，就是第一个就是仁姐伊伫咧安尼中风的当下，伊人迄个时阵拄好是伫咧阳大伊带着妈妈去病院复诊伊伫咧迄个所在看见，伊就感觉到伊家己的安尼正骹正手安尼哪会感觉愈来愈无力，伊怎赶紧的去挂急诊，所以伊是伫咧第一时间所以咱真感谢主，像仁杰安尼嘛真紧就出加护病房，即马伫咧普通病房伊昨昏也有用视讯甲我视讯甲我报平安安尼咱真感谢主互伊的恢复会通安尼真好势所以咱嘛继续为着咱的兄弟仁杰来祈祷，互伊安尼即个国过来即个即个复健的部分会通安尼做了真好势，因为安尼复健伊需要将近爱半年时间这是病院医生的估计嘛，互伊会通伫咧即个复健的过程当中有好的体力嘛会通真紧来得到复原不管是伫咧语言上是伫咧伊的思考等等行动拢无受到阻碍干那叫做有惊无险安尼来经过，所以咱继续来关心咱的兄弟。以上的补充报告。这时咱要祝福公道，咱安静咱的心，咱来祈祷。我们为台铁太鲁阁事件，呼求天父亲自安慰四下平安与猝死亲人的家属们，并且医治救治中的伤患，保护他们脱离惊吓，为救难特搜人员的身心灵有主的安稳同在，保守铁路、铁道修复的进程能够顺遂，为在现场陪伴的哀伤的家属及花莲众教会的牧者同工，让他们向神支取力量，依靠圣灵的大能，成为传递安慰的器皿。圣经上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也为台湾的干旱、中南部的气候，求主赐下春雨，
滋润这大地。现在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名宣告，南洋教会要成为荣耀的教会，要为社教60周年的系列计划及70年的献堂筹备，还有第2堂礼拜的进行能够顺利，也为社区的宣教事工的意向，还有众长子、同工、信徒能够统领上帝的心意。我们也为黄黄淼、王一南、路人杰执事的疾病能够得医治，面对的困难能够得以解决，求主赐下平安。我们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神要呼召我们这一代的学青、社青成为宣教的工人，他们要接受装备，被神差遣到社区、到各阶层来传福音。我们也要为我们的青少年在5月的统测、国中的会考，有安静、有平静安稳的心，使所喜的都能够有果效。我们这时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南洋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要被圣灵充满，生命更新，成为主的见证人，在各个岗位上能够大胆的传福音，带领邻居、亲戚、同事、朋友来认识我们这位真神，认识真理，在教会乐意的敬拜，能够侍奉神，并履行10亿的奉献，使神的家丰富有余。谢谢耶稣，感谢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晚咱来祝福的诗歌，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咱来吟全首。来照顾恁无着达，也互恁我安尼徛在伫伊的阳光的面前，无瑕疵，有快乐的，就是独一的上帝，咱的救主。愿阳光、威严、宽容、快乐，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拢归伫伊，对万古以前，直到现今，直到万世代。阿门。请坐。